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收睇我嘅特別節目。因為近排好多事情發生，所以原本計劃要同大家傾一傾關於中國電信詐騙嘅呢個話題。今日節錄，多謝大家嘅寬容。首先呢，我哋先睇一下電信詐騙嘅前身。如果喺90年代呢個大哥大啱啱流行嘅時候，實際上中共嘅技術部門聯合呢個電信部門就已經使出嚟孖機呢種技術，就實際上通俗嚟講就係一機兩戶或者係一機兩卡嘅呢種技術。實際上佢就為例俾呢個特殊人員係打電話時候冇使錢，並且話使呢種手段嚟監控監聽佢哋所謂嘅犯罪分子嘅動向，以此嚟作為偵查手段。呢個就係最早期嘅喺公安部門喺呢個電子技術手段上面嘅一個使用。後面呢，當呢個手機普及之後，中共又更加進一步嘅對手機嘅呢種功能啊、監聽啊等等嘅呢種技術進行呢種研究。特別係當呢個傳銷喺大陸非常火嘅時候，佢哋都使用呢種所謂嘅電子呢種手段嚟進行監控。所謂嘅電子詐騙、電信詐騙嘅呢種事情，實際上鬼又係佢，神又係佢。為乜事咁講？其實呢個就係公安部門嘅，實際上就係公安軍進行呢種所謂嘅電信呢種紅藍軍對抗嘅一種手段。為乜事？因為本身真真正正嘅電詐集團嘅背後就係中共自己嘅高層，通過呢種電信嘅形式嚟圈錢，但係佢哋又忠誠，好似話我哋好為老百姓着想，又去反詐騙、反電詐。實際上從斯諾登把美國嘅呢種監聽手段更加先進嘅呢種監控手段攞到香港嘅時候，中共自己就已經備份喺一份，等係講香港嘅監聽、監控、監視都係唔係中國自己嘅創造發明，而係偷賴美國嘅技術，並且喺呢個技術上面嚟發展。特別係喺 TikTok、抖音、WeChat、微信等等呢種聊天軟件嘅監控技術上面，得到了美國嘅技術嘅加持之後，佢哋就更加嘅有突破。如果大家要睇技術方面嘅呢種了解，就去睇一下斯諾登嘅相關嘅報料，同呢個最近美國呢個比較火嘅一個訴訟，就係法輪功同思科呢個科技公司之間嘅呢種訴訟裡面，就講到思科係點樣幫助中共喺呢個信息上面嚟監聽監控，嚟破壞法輪功嘅。同本身破壞法輪功嘅反係有潛在危險嘅呢種地下教會啊，或者係相關組織嘅，佢都係使嚟同樣嘅技術手段。所以喺電詐嘅呢個園區，大家都可以睇見佢哋管理嘅方式
都好似中國管呢種監獄一樣，特別係中國嘅黑監獄，佢哋冇得喺裡面嚟有非常成熟嘅一整套嘅呢種流程，並且各司其職，有專門係釣魚嘅，影啲人上鈎嘅，有專門做呢種內容農場嘅，就專門嚟幫助所謂嘅傾偈嘅人嚟俾佢哋料。最上鈎嘅之後呢，又點樣就去氹佢哋嚟把啲錢攞出嚟，攞出嚟之後，再點樣去把啲錢去洗白，都係一條龍嘅國家行為。所以好多新聞喺呢個問題上面都冇有講到真真正正嘅呢個電詐集團嘅背後嘅呢種軍隊嘅同埋中共嘅呢種公安軍喺裡面嘅角色嘅問題。所以今日我就通過呢個節目度俾大家大概了解一下。並且而家佢迫於國內外嘅壓力，不得已就把啲細嘅呢種級別嘅呢種團體極團就捉咗起身，特別係前段時間打靶呢幾個所謂嘅呢種緬甸嘅呢個所謂嘅電詐極團，實際佢只不過係替死鬼度，真真正正嘅黑手係公安部，係政法委，係中共嘅高層。所以但係而家香港嘅新聞已經失去嚟呢種揭露佢哋真相嘅功能，因此佢哋啲電詐只可以喺香港、台灣、歐美甚至於大陸自己嘅地區裡面咁嘅猖狂，所以以至乎變成了失控嘅呢種我稱之為電子小都會嘅問題。所以裡面嘅問題已經冇得係簡簡單單嘅中共控制紅藍光對抗啦，已經變成係各方為例喺呢個方面得到利益嘅一種，就係高層喺上面要得到喺呢個差唔多榨乾嘅呢個中共嘅呢個錢囊裡面攞錢嘅一個最後嘅呢種對抗。所以我哋要睇到呢個事件後面嘅真實嘅問題，並且由此產生嘅另外一個問題就講，中國公安部冇單使用了呢種所謂嘅電子詐騙嘅手段，更加嘅呢，佢哋把所有嘅香港人耳熟能詳嘅呢種所謂嘅咩祈福黨啊，呢種咩啲賊仔啊，咩反正呢種冚唪唥嘅呢種人，全部都放到嚟中共需要攻擊嘅國家，所以佢係一個好大嘅一種超限戰嘅一環。所以好多人特別係歐美，如果佢睇唔清楚喺佢國家發生嘅呢啲刑事嘅背後嘅目的性，咁佢哋每一次都係以刑事嚟結案嘅話，咁呢種事情係不斷嘅上演。所以我哋大家要更加多去了解，去揭露中共喺呢個電詐上面嘅欺騙。感謝大家收聽收睇我嘅節目，歡迎大家留言、轉發、開啟小鈴鐺、訂閱我嘅頻道，幫我推廣。感謝大家可以同我哋一起嚟探討呢個問題。祝你有個美好嘅一日。接落嚟我會同大家講一講中共同其他國家嘅一啲間諜嘅呢啲技術嘅問題，希望大家捧場。
祝福你有個美好嘅一日，拜拜。